美國聯儲局10月再次減息，多個新盤亦都搶閘出擊。由信置、資策同埋港鐵合作，留花期長約19個月嘅油塘柏景峰，預計喺11月內開售。首個曝光嘅示範單位就以一座28樓 A5 室為藍本，實用面積431方尺，2房間間，採用開放式廚房設計，配套嘅家電就以德國品牌西門子為主。樓層高度大約係3.3米，營造出唔錯嘅空間感。室內設計就以現代英倫為主題，採用大量弧線元素，配合含有金屬色調嘅牆色，洋溢出輕奢風格。單位設有玄關，大廳面積估計大約125方尺，以米白色為主調，俾人舒適嘅感覺。放咗4人餐台、布藝梳化同埋小茶几之後，凸顯出寫意嘅生活空間。主人房面積大約係75方尺，放咗雙人床之後，仲可以3邊落床，亦都配備咗一張小巧嘅化妝台。另一間房面積大約係45方尺，打造為小主人房間，設有高架床，可以提供更多嘅玩樂空間。浴室嘅色調就同單位嘅整體風格一致，牆身採用白色雲石紋瓷磚，配以石紋地磚。露台連工作平台嘅面積大約38方尺，為戶主提供休憩空間。柏景峰一共設有3座，提供748伙，涵蓋開放式至3房設計，其中1房同埋2房單位就佔咗86%。